會，歡迎嚟到三合會講黃賭毒嘅時間。正哥，係咁今日有咩心水提供俾大家咧？今日咧就由第4場開始啦。係咁啊，都係買翻我哋平時買開隻冚天鐵翼做膽。係就偉達嘅，就1號做膽，拖翻2號就有愛心得，有愛心得，但係呢係人馬咧就本身都係鬥志好嘅。咁咧就拖翻隻電燃之軀咯。好，就係廖康明嘅。跟住咧呢個第4場啦，頭先嗰度。跟住咧就第6場。係第6場咧就揾翻5號做膽咯，做勇霸龍咯。係，因為其實咧，你黎超升馬房咧，呢啲馬咧有機會用得嘅馬咧，就盡量要用啦。趁呢個時候你唔用就嘥咯。如果到時你個表現唔好啊，變咗拉倉啊，仲論盡。咁咧呢場咧就揾翻隻5號勇霸龍做膽，就拖翻隻3號啫。Eason 都係報名嘅。咁拖翻隻康康萬里咯，就呂健威嘅。咁呢場馬咧，最主要原因呢幾隻有實力嘅馬應該係機會率比較高啲咯。如果你覺得係買過關嘅，可以買埋位置 Q 都得嘅，即係意思。咁啊到第9場咯。第9場咧都係揾翻臘八村做膽㗎啦。本身呢啲馬就應該盡量用得就用咯。咁係第9場嘅4號臘八村做膽，拖翻隻大千氣象。咁咧就拖埋隻7號智勇名區，因為智勇名區我哋都係買開嘅。係。咁咧呢啲馬咧美國馬賣咗去英國，由英國再轉嚟香港，啲馬有實力嘅馬咧，而家開始進步咧，佢連咗2鋪之後咧，咁其實都要買翻㗎啦腳，即係意思。如果呢次留一留住嚟跑咧，我諗會比較仲理想啲。減咗成10幾磅咁意思。咁呢幾場馬就係第9場就臘八村做膽，拖翻1號隻大千氣象同埋隻7號隻智勇名區咯。今日就係咁多。好，咁就可以買呢幾場啦。如果係覺得冷門啲嘅腳咧，你可以買埋位置 Q 咯。就係咁啦。好，咁啊，多謝 OK 晒，咁啊，希望大家贏多啲啦。好啦，好。